大家平安。今天我们3月4号的在家会族我们要来看马可福音的第6章1到13节，主题是在本乡不受欢迎。那我们来看马可福音6章4节的金句。耶稣对他们说：先知在本乡、本族、本家外都受人尊重。我们来看经文摘要，分为2个阶段：1到6节，他被自己家乡的人厌弃。那7到13节是在讲到说，差遣12个门徒出去寻找愿意接待的人。我们来看经文的应用，6章的1到6节，主耶稣他回到自己的家乡，就是拿撒勒及附近的地方。他在伯利恒出生之后，约瑟玛利亚就带着他逃难到埃及。那大约2岁的时候，他回到拿撒勒，就在那边长大，所以耶稣又被称为拿撒勒人耶稣。那这是主耶稣他第2次回拿撒勒，第1次回乡，正当他公开传道不久。他在会堂引用以赛亚书61章的1到2节，他宣告自己是弥赛亚的身份。那主耶稣第2次回乡，他带着门徒在会堂来宣讲。那众人都很稀奇他的智慧和异能，然而这些人都看着耶稣长大，且都认识他的家人那所以他们对他不信。因着他们的不信，所以主耶稣他只能治好几个人。他为此而引用俗语说：大凡先知，除了本家之外，没有不被人尊敬的。不信的人不能具有神的荣耀。耶稣因为这样，他就开始差遣了他的门徒，所以他差遣12个门徒出去传福音。让他们两个一队，迫切地传。那这次出去有几个重点第一个是主赐给他们有权柄。那主耶稣他差遣他们出去，给他们有权柄，然后宣讲说天国近了。治病赶鬼是来印证耶稣给他们的权柄是有能力的，并且他们制服了污鬼，这样的权柄是从上帝而来。那第2个呢，我们看到对象是很明确的，门徒传道的技巧受到其背景还有受训的环境限制，所以主要耶稣还是为他们选择熟悉的群体，就是以色列的羊。那犹太人他们熟悉圣经，他们等候弥赛亚，所以呢只需要宣讲呼召，然后离去。那第3就是说，生活简单，只带着随身的衣物。犹太人他们有接待或者是补助远行的人的习惯，所以呢，门徒传道就一切从简。那拐杖成为帮助他走路，也带着代表就是说牧羊人含有牧养的意思。那第4呢，我们看到就是要避免争论。当他们离开拒绝他们传的福音的家或城市，耶稣告诉他们不用停留与争辩，临走的时候就把脚上的这样尘土跺一跺，表示他们因为他们的不信而接受的审判与门徒无关。那我们来默想，主耶稣赐给门徒宣讲和医治赶鬼的这样权柄，那我们可以得到吗？第2个，我们来思想，我们可以学门徒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吗？怎样才是应付拒绝福音的态度呢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看到你是给这些门徒有权柄，并且能够医治疾病，赶出邪灵。所以你是给我们有这样的权柄，为了就是要
让你的国能够降临在人的当中，愿你赐福，也让我们真的存着信心来相信你，依靠你。我们这样祷告，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门。祝福我们有美好的一天。